在主日学前。名单呢？名单我会你要练还是？周老师。我们请校长。校长。要我练还是你练？我练了。哦。我们先讲名单。再增加一个班长，漏掉，其他班长都入列，这张给你。和。我们请牧师。公布。全勤奖。东西呢？东西要不要先放？哦。儿子换要设一下，因为我对，就只要小朋友有全勤的话，尽量鼓励。可是不要叫我那个。只做今天的礼拜，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主，让我们安静心等候，也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的同工人员做预备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并且为所有的事项、为服事的人员，我们一起来关心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你。让我们所有服事的同工都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来为你所使用。让我们来朝见你，来见你的面，我们心就欢喜，心里就喜乐。谢谢主，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所有的器械设备，所有的安排都能够按照主的旨意跟计划来进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圣灵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双手合十，同心来祷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你，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以你真理喂养我们的灵魂，以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常常祷告，以你亲近，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中度过。谢谢你，请你敞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耳朵，在今日的敬拜中，要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爱与恩典。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弟兄姐妹们，若身体许可，我们一同站立。那我们跟旁边人说，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我们神是配得赞美的。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的
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在这美丽的时刻，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让这些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眼，击鼓跳舞扬声欢呼，万要齐心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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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感谢赐我们平安喜乐的神，我们将掌声荣耀的耶和华。我们是否曾经离开过神？但神从未放弃你我，而且神还不断的给予我们满满的恩典。阿们吗？不会离开过我，你恩典直到永久，你应许都要成就，你心事永远不朽。唯有你是我依靠，唯有你是我荣耀，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爱我直到永远，在你能力中我展翅上腾，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在你怀抱中我自由地歌唱。诗篇27篇4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从未离开过我吗？你从未离开过我，你恩典直到永久，你应许都要成就，你心事永远不朽。唯有你是我依靠，唯有你是我荣耀，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爱我直到永远，在你能力中我展翅上腾，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在你怀抱中我自
由地歌唱。神他从未离开我们，他赐我们满满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开口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从未离开我们，你是赐平安的神，是公义怜悯的神。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从未离开过我们。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爱我直到永远，在你能力中，我展翅上腾。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在你怀抱中，我自由地歌唱。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爱我直到永远，在你能力中，我展翅上腾。我的口要充满感谢，我的嘴唇要充满赞美。神的话，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在你怀抱中，我自由地歌唱。谁能像我的神？将我放在心上，在你怀抱中，我自由地歌唱。主耶和华，你渐渐察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喜怒，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极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涉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神啊，你的爱，你的智慧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谢谢你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你不论我们在哪，你都必引导我们。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
使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舌头下的话，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的手向我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请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宣告，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33篇1到12节，旧约679页。请会众跟着 PPT 来起印。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还应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我们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公祷。让我们双手合十，来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也为非洲的国家象牙海岸来祷告，愿基督教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祷告，树林约翰堂陈信成牧师，为他们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让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使他们平安，工作顺利。那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呢，第一处经课在创世纪12章1至9节，及罗马书的4章13至25节。我们请宝华姐妹来为我们攻读。创世纪12章1到9节，在教会圣经本旧约第10页。旧约第10页，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4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第二处经课在罗马书4章13到25节。教会圣经本新约167页。罗马书第4章13节。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要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于是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9章9至13节。马太福音第9章9至13节，在新约第10页，由我来攻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记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诗班献诗，我歌颂你。
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由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为“那个不可能改变的男人”。我歌颂你，永远歌颂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有个弟兄，他在开计程车，然后他开计程车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这个 CD 片里面放了诗歌的音乐，然后当然他没有放唱的词，他放了音乐，然后搭车的人就觉得这个音乐好听，好喜欢。有一个姐妹，她在开这个古早味古早味的蛋糕店，她也放音乐，也是一样放这个诗歌的轻音乐，但是呢没有放词。来买蛋糕的人都很喜欢听这个音乐，说哇，这是好棒的音乐，这是哪里来的音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诗班一样唱的那么美好。但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放音乐，可以在车里放音乐，可以在工作的地方放一些诗歌的音乐，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跟着哼唱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敬拜上帝。各位知道，如果你一个人在那里唱诗祷告敬拜上帝，这个叫做个人的灵修。如果你跟众人一起唱诗祷告敬拜赞美上帝，那叫小组聚会或是主日礼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个人的家里面，或者是你在公众的当中，你都可以敬拜上帝。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敬拜上帝啊？我没有时间。刚刚提到了，也许你在开车的当中，你就可以敬拜上帝；你在整理你的一些的东西要卖的时候，你也可以放音乐在那里敬拜上帝。包括你做家事的时候，也可以让诗歌的音乐跟着你，让你可以在那里吟唱这些的诗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敬拜和赞美，不是只有外在的唱的词，包括我们心里面也能够同心合意的用这样的诗歌来敬拜，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敬拜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不论在任何的地方，不论在任何的时段，都可以敬拜上帝。当然主日礼拜是我们公众一起要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所以犹太人他们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小镇的医师，你跟你这个地区的医师有约，说哪一天要去看病，但是平常你也会碰到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可能会去买菜，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在路上碰到他，你会跟他打招呼聊天，但是真正你要看病的那一天，或是真正你跟医生约的那一天，是在你约定好的那一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是我们跟上帝约定好的那一天，我们来朝见上帝。但是平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敬拜不在任何的时段，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也能够带动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起敬拜。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如果去吃饭的时候，最近大家可能因为3C 产品比较多，所以我们如果去找吃饭的餐厅，有时候我们都会去看这是几星的这个网评，或者是说这个它可能要有多少年的这个年资我们觉得这个才是老店，才是好吃哈。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猫腻现在讲猫腻哈。好，各位知道那个图有什么差别知道吗？同样一个留胡子的老先生，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差别？有没有？一个说这是50年的老店，同一块招牌上面又说这是100年老店，有看到吗？50年老店、100年老店，那到底它是100年还是50年呢？各位，有很多人想要为了取信人家说，你看我做的菜很好吃，我是50年老店，我是100年的老店，搞不好他自己都冲突了啊，因为他搞不好想要让人家觉得说，我这个年资很久，表示我这个师傅很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年资不代表说做的菜就是比较好吃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这个50年老店100年的老店不一定就比人家好吃，所以要吃了才会知道所以很多人为了要取信于人，现在很多骗人的东西、山寨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敏锐的心去做判断，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不是他叫做基督徒他是某某教会的会友，他就是 equal 等于好人，知道吗？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说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是好人。没有，基督徒不是好人，基督徒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也都是坏人，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如果不坏，我们就不会来信耶稣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坏，所以我们需要信耶稣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很坏而已，好不好？好，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跟认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好，只是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这个名称是恩典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恩典的记号。没有一个人可以配站在台上，或是站在其他地方，能够来宣讲上帝的福音。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刚有几个同学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刚上完摩西五经。各位知道摩西五经里面规定什么？他说要服侍上帝的祭司是不能够有任何刀疤的，不能够有任何受伤的地方，不能够有什么样身体的矮矬或是疾病。各位知道我身高不满170，我的眼镜如果拿下来看不到。事实上这个人是不应该服侍上帝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服侍上帝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说你今天可以服侍上帝。无论我们服侍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最小的，比如说在台上，现在不是台上，在我们后面后置那个声音跟投影片的人，他们如果按照旧约圣经的规定，如果没有任何的瑕疵，是不能够来敬拜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这样的人居然还可以服侍上帝，是上帝全人的恩典。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能够来教会做礼拜，能够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恩典的记号，那同时也是我们展现恩典的机会。愿上帝祝福我们，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好，所以各位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马太福音，因为今年我们的教会年历叫做马太年，按照教会年历3年会轮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所以3年的第一个甲年，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天主教堂的话，他们叫做甲年、乙年或丙年，我们叫做马太年、马可年、路加年。所以3年会轮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把福音书给讲解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今年是马太年。那马太年就是我们的主轴都会在马太福音的这个主轴的里面。那马太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各位知道马太福音其实它不是写给叫做其他的非犹太人看的，它是写给犹太人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说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马太这个人，这个使徒，他就写了马太福音这一卷书，然后要让犹太人能够知道说，原来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就是耶稣。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所用的旧约的经文相当的多，或是旧约的印证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很讨厌，知道吗？马太福音里面有时候常常会有很多旧约相关的圣经，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之后还要再回去找那段圣经在哪里。好，这里又提到一个事情是马太福音在描写耶稣是弥赛亚。
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或者是君王，是先知或是祭司的角色，才叫做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写的耶稣，描写的耶稣是仆人的弥赛亚君王。那为什么要特别还要挂这个仆人的是弥赛亚，又是君王？因为一般的国王都是高高在上，都是众人要服侍他。然而耶稣却是服侍众人的。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马太福音的主轴里面描写耶稣是用仆人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王来服侍众人的角色，来服侍这些的他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近代的民主政治，近代的这些的所谓的叫做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包括很多地方流行的一些的政治体制，很多都是跟圣经里面相关的。我没有要特别讲政治的部分，但是各位知道，这个开国的中华民国开国的国父，他曾经提过这个事情。他说，公务员叫做什么？公仆，知道吗？公众的仆人，你不是要去这个当官的，你是要去服务人的。所以你要成为那个高的角色，那个官员，你必须要成为服务人的。各位，这个概念是从信仰来的，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来的。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从古至今，所有的文化里面，长官或者是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没有人是要下来服侍人的。但是耶稣骑着驴驹，他进到城门里面来，他说什么？他说他是谦谦和和的，带着和平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弥赛亚，但是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是仆人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能够看到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的描写的耶稣是跟我们非常贴近的。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作者。今天这个作者又很有趣了，这个人叫做马太，但是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利未。好，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大家来看一下，还是翻一下好了。我们来翻一下马可福音2章14节。好，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手上有圣经，请翻一下马可福音2章14节。我们会看到这个马太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好，马可福音2章14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一下2章14节，一起念来。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坐在税关上的这个人，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叫做马太，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他叫做利未。好，各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知道吗？现在的人很喜欢取外国名字，特别如果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外国名字很好用，所以这个人的本名原本叫做利未，但是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叫做马太。为什么？因为他要帮罗马人服务跟工作，所以取个外国名字可能会好一点。好，但是各位知道利未这个词、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知道吗？这个考一下大家，知道利未是谁的儿子，知道吗？雅各，对不对？有一个族长叫做雅各，对不对？雅各的一个儿子，第3个儿子叫做利未。好，为什么叫做利未，知道吗？因为他的老妈非常高兴，他说：“哦，我生了这个儿子，我的先生就会跟我一起联合了。”听得懂意思吗？本来雅各有2个太太，大太太叫做利亚，小太太叫做拉结。然后因为利亚是不太受宠的，所以拉结是比较受宠的。但是那时候拉结没有生孩子，所以这个利亚是比较多生产的。所以他每次生产的时候，他都很高兴。他说：“哦，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先生一定会跟我会非常的和好。”千万不要这样觉得哈。很多人以为说生孩子这个就关系就好，不是，是关系好才会生孩子，不是因为生了孩子才会关系好，千万不要倒错了哈。利亚因为生了，利亚因为生了利未，所以他觉得，我应该跟我的先生关系会好一点，所以利未的名字原本的意思叫做联合。
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祭司是从利未家族出生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其实利未的意思也代表联合，跟谁联合？你要跟上帝联合，你要跟人联合。所以利未这个名字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是服侍上帝的人，他是一个中保，所以你要服侍上帝，又要服侍人，这是一个需要去认识这个名字的意思。好，但是这个很有趣了，各位知道，利未是服侍上帝的人，可是如果今天服侍上帝的人跑去开计程车，或是跑去这个税关当这个收税人员啊，或者是去卖馒头卖包子，他不是去当传道人，他去做这些事情，你会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来到那个税关里面，他对这个人发了一个邀请。我们来读一下第9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各位知道，有很多人他在工作上，其实他要做那个工作，不见得是他最喜欢的，也不见得是他最想要的啊，因为没办法，这个工作比较有收入，这个工作可能地位比较高，这个工作可能会让我获得一些什么好处，所以我不得已，但是不是我很喜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利未本来应该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但是他现在坐在税关上，我们现在比较没有那种感觉哈。各位知道，过去的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像什么东西，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养过狗哈，小狗。各位知道，如果你的小狗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上面常常会有那个叫做跳蚤，知道吗？或是虱子，或是那个黑黑的小虫。台语叫做嘎蚤，知道吗？嘎蚤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种跳蚤。好，那这种东西是什么？是吸血的。好，所以犹太人对于税吏这个工作，他们的认知就是，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跳蚤。就是吸血的，他是在吸人的血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个工作的人在一起。税吏，因为这样的人叫做罪人，帮着罗马人欺压自己的百姓啊，这些人是人家所不喜欢的。但是耶稣来到税关的时候，告诉他说：“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从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象的跟在耶稣屁股后面，不是只有那个意思。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告诉他说：“来学习效法我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从耶稣是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而不是只是跟在耶稣的屁股后面。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不要当耶稣的粉丝，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我们不是来当耶稣的粉丝，而是要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好像跟随耶稣，就像好像粉丝跟着偶像跑，其实不是的。耶稣说：“来跟从我。”那个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坐卧起行，你的行路躺卧，都要像耶稣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说话像不像耶稣？你的行事像不像耶稣？你的思想像不像耶稣？这是耶稣所说的要跟从我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因为安全感的关系，比如说因为金钱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做那个工作，或是我必须要填这个科系。现在刚好是毕业季的时候，各位知道很多人去参加毕业典礼，但是很多人知道说毕业叫做什么？失业，对不对？毕业即失业。好，所以因为工作很难找，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先什么？优先找那个叫做钱多事少，然后离家近的，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我想要的？不见得，不见得。很多人喜欢那个叫做这个轻松的工作，但是不见得是你一生想要去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时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是：呼召不是因为你要那个钱，或者是那个钱比较多。当然，
钱也很好。如果假设我不能够说钱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活，牧师也要生活，所以牧师当然也有收到一些的谢礼，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的感谢或是奉献都有的。但是不是拿这个作为主体？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是要以金钱来做衡量的话，像现在很多人讲的，领多少钱做多少事，听得懂意思吗？好，但是各位知道，其实在教会里面工作，你领的钱跟你做的事是不相当的，听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是为了钱来的，那么恐怕会很失望。好，所以如果你是为了要有钱去做才去做那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因为跟你的生命或是跟你的期待跟期望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来呼召这个马太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用意，让他能够开始离开那个对金钱的不安全感。或许我只能够说，或许利未真的是对钱有不安全感，他想要多有一些收入，但这不是他要的。曾经我带过一些年轻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不要误会哈。我带过一些年轻人，然后我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会选填这个科系？”他说：“因为这个科系好赚钱呢。”但是我问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科系？”我不喜欢，但是也是要做，因为这个收入比较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变成说：我以金钱做导向，虽然不喜欢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服侍，或是去做那个工作，其实心里面是很多的不安的，或者是甚至是很多的难受的。好，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马太福音里面6章21节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财宝是在其他的地方，那么你就会往其他地方去。然而你的财宝如果是在上帝那里，如果你关注上帝超过你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把所有的一切关注在上帝的家里，或是有关上帝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听到人家说这个人很会关注上帝的事情，关注上帝家里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放不下那个世上的工作。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有一个少年官，当耶稣要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少年官耶稣挑战这个少年官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变卖。”他先跟他讲说：“你要先这个守住律法。”这个人说：“我从小就守了。”耶稣后来又跟他提醒说：“你要变卖你一切的财产，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因为他的钱财很多。圣经里面说他钱财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你要得着的是什么，你就会去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那里。对神和基督的忠心会成为我们会成为我们在今生以信实待人的基础。所以我们对上帝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会对人也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上帝是什么样的用心，我们对人也会是什么样的用心。好，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改变的男人，他居然改变了，而且改变做了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他带了一些人来跟耶稣见面。第1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这里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耶稣来到屋里坐席，马太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然后有什么税吏，还有叫做罪人。各位知道，如果念台语圣经的话，那个罪人其实台语圣经翻译叫做什么？歹人。耶稣跟一群税吏还有歹人一起吃饭。各位知道，如果今天牧师跟一群流氓，然后跟一群那个看起来身上刺青很多的，然后或者是那个叫做人家觉得那个放高利贷的牧师跟他一起吃饭，怪怪的，对不对？各位知道有一个从日本嫁来台湾的有一个师母，一个日本人我忘记，但是我知道他叫做什么杨子吧他跟他的先生都在哪个地方工作，知道吗？各位知道那个
万华、艋舺那个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多，知道吗？茶室。特种行业很多，对不对？好，可是你知道这一对夫妇他们都在做什么？去那边跟这些特种行业的人去交通，请他们吃饭，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这种感觉？如果今天有人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然后说：“哦，牧师怎么跟这个酒女一起在这边吃饭？哎，牧师怎么跟那个流氓在这边一起吃饭？怪怪的。”可是耶稣没有这样觉得，耶稣觉得他跟他们一起是好的。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当基督徒之后有一个东西渐渐少了，知道吗？各位知道你们少了什么东西，知道吗？没有朋友。听得懂意思吗？没有朋友，你的朋友都不见了，对不对？以前会找你去打牌的人不见了，以前会找你去喝酒的人不见了，以前会找你去一些特殊的地方的人不见了。这想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你不一样了。可是各位，你有看到这个马太有什么不一样吗？马太他来遇见耶稣之后，他找谁？找税吏，找罪人，找歹人，来到家里面吃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马太改变了，他带谁改变？他带他的朋友，他带他的亲人一起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继续保持有你的这些的朋友，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信耶稣，你生命改变，你也要带他来认识耶稣，让他们生命也可以得着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防着，好像我们会被人家影响。圣洁是有影响力的，圣洁是能够有动力的，让人可以改变，生命可以改变，因为它就是上帝的生命。所以你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是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怕被人家改变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接纳罪人，接纳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接受他原本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要求你要什么样的大改变或是什么，而是上帝接纳我们原来的样子。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15章7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也照样彼此的接纳，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接纳。不是因为他是行业特殊，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接近。接纳是爱他原本的样子。耶稣爱我们原本的样子，不是因为我们成为好人他才爱我们的。好，所以福音真理如果没有生出爱来，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爱如果没有福音真理，就没有活着的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时要给爱，但是同时也要给福音。福音是改变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爱是我们跟人接触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用爱来表达我们的福音，但是同时也要给福音，以至于让人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这样讲，他说什么？他说社会关怀不能让一个人更加的公义。那个公义是指那个正义的义，公义意思是什么？社会关怀不能让人的生命改变，所以你同时要给他福音在他的生命里。如果没有福音改变生命的话，你只有给他不断的付出，给他这些的好东西是不够的，他只能够有一半。所以福音跟福利是应该要一起的，所以福音跟真理、爱要放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在服侍人的时候知道，不是只有对他好，而是也要把福音也传递进去。好，所以有很多人心里很不爽，看到耶稣这些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不高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群人是哪一些人。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和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之常情。看到传道人跟罪人吃饭，看到牧师跟一群这些的税吏，或者是跟这些坏人、跟这些流氓一起吃饭，人会觉得怪怪的。你好像这样的身份不应该如此。然而，耶稣对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神衡量人的行为的时候，是衡量他的心，不是只看在外在的行为。所以，耶稣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被挑战，因为很多人说你是老师，你不应该这样子；你是牧师，你不应该这样。但是，上帝要看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而是我们的内心。
所以耶稣说什么？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病的人，我们今天都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而是要招罪人。所以上帝看的是这些在心灵当中痛悔谦卑的人，而不是自以为义，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比人家强，比人家厉害。上帝看顾心灵谦卑的人，看顾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所以刚刚提到了马太福音有很多跟旧约相关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原文在什么地方？在何西阿书的6章6节，请大家来看一下何西阿书6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做礼拜很好，我们来敬拜上帝很好，但是上帝更喜爱我们的是什么？是有良善，是能够认识上帝。这才是我们在敬拜当中要一起并行的。上帝不是只要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上帝不是只要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奉献，不是只有这样，而是上帝说他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话，喜爱良善，喜爱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来做一场礼拜。你要在这里献祭，献什么样的祭？献良善的祭，献认识上帝的祭。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人要常追求良善。良善原来的翻译叫做连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上帝喜爱连续。这里的良善其实原来的翻译就是连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喜爱的祭是那个连续人的祭，而不是一个逼迫或是伤害的。所以13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需要蒙恩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当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用他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去分这些什么样的人是应该去或是不应该去的。很多不想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人不想要去碰的人，应当是我们要去接触去碰的人。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需要福音，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我们也应当这样去，能够来带出福音来。上帝张开双臂等候我们，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恩典跟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去向人传福音，跟人来带领认识，让人能够认识上帝。你怎么样认识上帝，你就带领别人怎么样来认识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里面有几个提醒。第一个，福音让人做出生命的改变，所以凡福音进到某一个地方，一定会带来生命的调整跟翻转。所以廉价的福音才会告诉你不要改变，廉价的福音才会告诉你来教会以后没有其他的东西。来，真正的福音是要告诉你，信耶稣是要改变的，生命要调整跟改变的。所以很多人说，那怎么改变？靠谁？在人不能，在上帝是凡事都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挣扎知道说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能够做得出来，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跟各位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弟兄的经验，当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听到说要爱人如己，后来他就去公司里面上班，他说我要去爱那个不可爱的同事，结果他发现他做不到，凭着血气你做不到那个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能够爱你的同事，爱那个不可爱的同事的时候，那是上帝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才能够让你去爱那个不可爱的，包括上帝也爱我们这个不可爱的人。所以圣经说，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效法罪恶，要效法美善。在约翰3书的地方，要效法美善，不要效法罪恶。第二个，福音让人不再受过去的辖制。所以这个马太，当他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工作，去到服侍上帝的岗位去，回到他的生命的呼召里面去。
你说会不会在路程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想反悔？不知道，但是可能会有。为什么？因为你从一个好的工作、收入的地方，来到一个要凭着信心生活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要紧抓过去的经验而限制了上帝的作为。上帝常常做的事情超过人的想象的，所以或许过去有很多很诱人的事情会引诱我们再去做。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跟随耶稣，就拒绝那些过去的诱惑，不再受过去的罪恶的捆绑。所以圣洁不是只有在外在的，不是只有来做礼拜，抱着圣经做礼拜，不是。圣洁是在内心里面的，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心中是清洁的、良善的。第三个，福音让人成为愿意传福音的人。当你领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成为愿意传福音的人。所以以赛亚书里面51章1节里面说：“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上帝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去传福音给困苦的人。上帝得荣耀的方式是透过人的软弱，不是透过人的荣耀跟伟大。很多人说我要有好的工作收入，这样我才能荣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必要。当我们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就在那个境况用那样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约瑟在他的工作上，他在波提乏家里面的时候，他就忠心做一个仆人。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当一个模范的犯人，在那里来服侍当地的人，来服侍那些的罪犯，或是让这些典狱长他们可以接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任何环境当中，在任何的状况里，你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荣耀上帝。不是只有在你很光荣的时候，当你在很这个低微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用这样来服侍上帝，用你的身上上帝给你的恩典来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无论在任何境况中都能够传福音，让人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最后要鼓励大家的，也是鼓励我自己，神拣选是因着爱，且愿意这样使用不完全的我们，成为所在地方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学生，无论你是工作的人，无论你是家庭主妇，或是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上帝都拣选我们，让我们在所在的地方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因我们得福，而不是因着我们被耻笑或是辱骂，说信耶稣的人居然是生命是这样的状态。上帝帮助我们，跟随耶稣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让我们在所在的地方带来祝福，带来平安，带来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改变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本也是一个不能改变的男人或是女人，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然而你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得着新生命。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以至于我们也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生命被改变是因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去传，使人能够因我们来认识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让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不怕耻笑，不怕别人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主是荣耀的王，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虽然我们软弱，然而上帝是我们的刚强，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个地方都为你发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伟文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回应奉献礼，回应诗歌。现在请会众起立，让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请打开心灵粮诗选255首，我最极重。像我这样重
众中最前，谁能拯救？谁能赦免？主啊，高声招我，歌声救主耶稣请我们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来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也请失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同心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我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识的，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丰富的供给，也谢谢你日日的看顾以保护。孩子奉献一点金钱，求你悦纳，并用在教会的事工中，也求你祝福孩子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常做你喜悦的事情。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待会当我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你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让我们一同站立。请坐。问安差遣礼。本周这边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哦，是今晚所带来的慧琪姐妹，是慧琪哦，那我们欢迎你。希望你常常来，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常常来我们教会，祝福你哦。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位置上唱这首歌；第二遍，我们再站起来，彼此拱手不握手的彼此问安。OK， 来。我们成为一家人。
座。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消息。我们本堂的实习神学生呢，韦恩呢，他将在6月30号呢会结束实习。他在6月18号的话，会在华语堂呢主日呢进行他的一个分享哦。那我们也为韦恩呢来到我们当中呢，在本堂的服事当中充满了感恩哦，并且我们也为他下一个实习服事的地方，请大家为他祷告。那6月份的执事会的会议记录，还有5月份的收支表哈，现在都已经张贴在公告栏上面，请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关心一下。那我们这一届的成人主日学的已经举行结业式了，敬祝所有学员们呢暑假生活愉快。我们也请校长他来颁发我们这一期当中前勤的同学们哦。我们请牧师来公布这些人员。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今天结业式。那当然，这个校长特别跟这个老师们有要求说，要把我们的这些全勤的学生能够公布出来，以资奖励跟鼓励。那当然不是说其他没有全勤的就不是哈，不是有其他意思，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能够把学习看作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尽量的能够来参与在学习的当中。那我们几乎每一班都有很多的学员，他们都是全勤的哈，所以表示我们的老师们都很尽力，能够来教学，然后我们的学员也都很喜欢老师们的上课。好，那我恭读一下这几位弟兄姐妹的名单，然后请念到的弟兄姐妹就请你到台前来哈，让我们可以预备来做这样的一个颁奖。好，那诗歌赏析班有李美燕、于嘉贤、许世英、林继博、李恒爱，我们请这几位弟兄姐妹到台前来哈。好，以弗所书班刘宗灿、张明德、林龙勇、郑宝华、汪怀瑜，好，我们这几位以弗所书班的弟兄姐妹来到台前哈。好，另外一班五小经卷的有钟德宏、李爱珠、杨伟祥、关家明。伟祥跟家明在加拿大，没办法哈。好，贺兆鼎、李彩莹、刘学训、郭义婷、郭义贤、蒋继庆。好，我们这几位是五小经卷的。好，请到台前来好吗？不用害羞，真的上前来，这是好的哈，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全勤的同学哈。对，好来，没问题，继续往前排。这个除了出国的不在以外，我们这个其他应该都有了哈。好，那我们很高兴这几位同学他们都是全勤的奖项。那所谓全勤不是说他们都没有请假，他们有按照规定请假但是呢，他们都因为有按照规定，所以不是旷课的，他们是真实的有上课的这些学员哈。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周老师哈，我们的主日学校长、成人主日学校长来颁发我们的全勤奖项哈，给我们的同学们，谢谢。这个很像这个正式的结业式了啊，对。好，我们再次的恭喜我们这几位学员哈，他们完成学业是不容易的。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学员祷告，不单是在台上的，我们也为台下的我们的学员们来祷告，求上帝带领，让我们的学习不中断，我们继续的往前奔跑，来寻求上帝的话。
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所有的学员向你献上感恩，无论在台上或在台下的我们的学员，我们都能够一起蒙恩。你的话是灵，是生命，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浸泡在你的话语，并且得着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这一些领奖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因着他们的认真也被肯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他们的学习都蒙恩，他们一切所行的都能够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的鼓励他们，谢谢。好，谢谢，请回座，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校长还有所有老师们呢，他们用心的摆上，也谢谢所有同学们这么看重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请你们日日与主亲近，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月17号呢，上午礼拜六上午10点钟，在5楼我们会举办制服艺人学院的112年春季班的成果展，到时候也欢迎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参加。今年的教会将会在6月19号、20号、21号这3天的时间呢，会前往澎湖去做探险兼旅游请大家也为我们的领队呢邵文弟兄及所有团员们出入的平安来祷告然后我们的伟文牧师呢，将在7月份开始，在主日崇拜后11点半到12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呢，开设一个桌边谈查经小组，邀请有意愿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要谈论的内容是不设限信仰的议题，只要弟兄姐妹们挪出时间一起来参与，透过跟牧师喝牧师茶来找茬，喝牧师的咖啡来聊是非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这整个的活动过程都是免费的，地点是在6楼多功能厅，欢迎大家也能够自备或分享茶点。你们如果要报名的话，就请向伟文牧师报名。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呢，下学期将要开一个加拉太书的课程。这次的师资呢是刘清前牧师上课的时间是在9月份的9月22号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开始就可以跟办公室报名，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我们公布栏上面的海报那我们教会目前还在征聘呢行政干事，请弟兄姐妹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发现合适的人选，也请您介绍或推荐，将这个履历呢送交我们的办公室就可以。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复兴守望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参与礼拜四晚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情。那在这段时间呢，教会的聚会呢，我们目前都不会强迫室内要戴口罩，但是为了聚会的安全及发挥爱人如己的精神，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或是有安全的疑虑的，就请你还是建议你要戴口罩，也希望大家能够勤洗手。那这一次饮食方面呢，还是以小组来自行安排那教会呢，目前还是不会开放爱宴供应。肢体消息由于这个新冠及 A 型的流感，还有肠病毒这些病菌正扩大的在流行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外出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自身的防护并且为那些为确诊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他们的身体的治疗及恢复来祷告。那下面这边请看周报有一系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现在
身体上还有一些不适的地方啊，请大家也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来代祷。不知道牧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信息？没有哈 ，OK。3、1颂，会众请站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大家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福音的大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让人看见我们被福音改变，被福音来充满，被福音来管理，让我们整个生命都为着福音而行。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在众人当中能够来显出来，好叫你的名得荣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业，欢迎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